希望我嘅日常可以俾大家帶嚟一啲參考價值，都比想了解我嘅人更加了解我。friend 嚟㗎嘛。大家好，我有句講句嘅斜槓壯年 Theo。呢期呢就唔係某一間店嘅體驗分享，而係將一啲不足以支撐一整期嘅日常零碎整合咗下，有推薦，有中規中矩，都有大可不必。按照時間嘅順序從遠到近，就先嚟講一講呢一間農場偶然發現嘅一間甜品店，產品名呢都幾有意思㗎。試咗下牛屎香順德雙皮奶、驅邪薑汁鳳凰奶糊，特登問咗一下㗎。牛屎香其實呢只係為咗表達呢度用嘅牛奶係原生態㗎。雙皮奶嘅價格對應呢個份量呢，其實呢係有啲貴㗎，但勝在奶味確實香濃，值得一試。喺江南西揾鋪嘅某一個晚上，唔想去食嗰啲我成日都去嘅鋪頭，想揾啲新意思啊。群友推薦咗幾間店㗎，最後揀咗呢間阿婆井。隨處可見嘅澳門地名，就連菜品名都充滿各種發財嘅寓意。特登試咗下滷水雞髀麵套餐，車仔麵顏色幾深㗎。本來以為味道偏濃㗎，但實際上十分寡淡。雞髀上色均勻，但味道依然都係寡淡㗎。咬開之後發現，不論係顏色定係味道都唔係好透咯。嚟都嚟咗啦，唔同味型嘅各種小食都試咗下嘅，都仲係冇擺脫啱啱嘅問題。睇起身好濃厚，食起身就好寡淡。唔知道係咪我哋嗰日食運唔夠呢？某一夜史提芬州又想食餸啦，提前致電問咗下，果不其然啦，又係冇晒雪花牛肉嘅一日啊，咁就冇計啦，只好我哋自己準備啦，只需要俾服務員抽個樣就 OK 噶啦。老朋友都知道㗎，雪花牛肉加吊龍伴嘅組合就係我嘅至愛啊！而且呢一日啲牛肉食起身仲有啲天然嘅甜味添，比麻辣鍋底我更加中意呢個青椒鍋啊，油量冇咁大，辣度同香氣都更加適合我。餸呢度嘅菜品之中我比較推薦雞腳啊、鴨血啊、毛肚同埋雞蛋酥，但係食咗兩份毛肚過後，食下我就突然間覺得呢個毛肚或者係素毛肚嚟㗎，因為顏色同口感都真係幾似模糊，而且每一片外形相似度都真係好高㗎。同樣嘅懷疑都放到咗喺呢個魷魚花之上啦。此外有一道比較雷嘅就係呢個脆肉丸啦，生粉放太多啦，食起身失去咗該有嘅脆感，變到腍啤啤咁，唔推薦啦。講咗成年幾兩年之後託外國友人嘅鴻福我終於食到咗呢間天河北嘅余景軒。早就知佢大㗎啦，但細估唔到係咁大㗎，好有嗰種老牌港風酒樓嘅感覺。服務員上菜之前突然間鋪報紙，我先係震驚，然後就明咗啦。呢個係為咗現場斬開呢隻燒鵝之後，唔使花太多功夫搞地面衛生啊。鮑魚比燒鵝好食㗎，軟糯，充滿五香味，仲有燒鵝嘅肉香同埋油香，鹹中帶甜，非常好食。不過我都發現㗎，呢個鹹中帶甜嘅菜式外國友人就唔太中意啦。佢話覺得一道餸入邊又甜又鹹，好奇怪。而我感覺呢個並唔係個別例子，好多外國友人都有同樣嘅聲音嘅。呢度嘅蝦餃幾大隻㗎，餡料幾飽滿，只可惜晚上食唔到大佬心心念念嘅糖沙翁，只好揾個中午再嚟過啦。呢間店應該就唔使我開名啦啩，畢竟我嚟得真係有啲多。而呢一餐就係歡送熱心群友 Chris Walk 返加拿大嘅順德魚生蝦生專場啦。大膏嘅新鮮瀨尿蝦，狀態幾唔錯㗎，冇腥味，甜度都幾高。喺試咗紅記之後唔少朋友都叫我試埋隔離呢間 VT 㗎。我哋食咗啲咩就唔一一細數啦，我只能夠講選材、處理、調味同烤製功力同隔離嘅紅記相比，差嘅唔係一丁半點。少爺都嬲到直接叫咗2盒老麥雞塊過嚟嚼啊！3月份嘅廣州辦咗一場算係幾大嘅威士忌展會啦，各地嘅酒友酒商都嚟晒。至於係邊個展會，應該就唔使我多講啦。但由於時間關係我冇辦法去現場支持㗎，只好直接參加晚飯呢個環節啦。呢一餐係中國威士忌達人會嘅一次小聚，揀咗呢一間開喺珠江帝景入邊嘅龍庭秀廚，環境仲係幾唔錯㗎，但出品就有啲。呢餐落嚟嘅感覺就係呢間應該唔會係我主動會要求再嚟嘅鋪頭啦。呢期嘅分享就到呢度啦，以後好似呢種類型嘅小碎片，我都會整理成咁樣嘅小合集，希望我嘅日常可以俾大家帶嚟一啲參考價值，都比想了解我嘅人更加了解我。friend 嚟㗎嘛。2個全新欄目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以及由我請客嘅跟住 Theo 去摸魚，即日起不定期盛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人生積極，好嗎？